真侪人来讲哦，生儿育女、请养后一代是人生中的大代志。也毋过有人无想要结婚，想要有囡仔，有人结婚所有真侪原因，要有后代是真困难。对于同志couple来讲哦，要有后一代，法律嘛有限制，所以人工生殖法的修正，伫现在的新时代是真重要。也毋过目前提出的草案，共款阁有真侪争议。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就要请怡珍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。卫福部咧，伫今年5月公布《人工生殖法》的修正草案，其中有3大争议，包括敢要开放女性同婚，佮有独身的女性去做人工生殖，佮有敢要开放找代理孕母来照白生囝。当初是人工生殖法立法的精神呢，是要互生不出来、无法度生、有稳定关系的人，透过医疗协助，用家己的子宫做人工生殖。其实，若看结婚的查某同志咧，因若准用家己的子宫，莫去找代理孕母，其实伊3点拢有符合资格。问题是，这独身的女性咧，因为伊无结婚，就算伊去找代理，伊莫找代理孕母用家己的子宫，这部分反对者嘛认为讲，安尼对囡仔来讲是无保障的。不过，伫咧现代社会咧，是主内主外才结婚。伫传统的观念，结婚就一定爱生囝，若要生囝就一定爱结婚。这也意思，结婚的比率甲生囝的比率咧，拢愈来愈低啊。有的独身的女性就想讲，趁少年甲卵子冻起来。不过，台大病院伫2022年捌发表研究，讲卵子冻起来了后，有搁摕出来使用，用到的比率干那8.4%尔。这关键就是卡伫咧独身的女性无法度做人工生殖。事实上，反对的人是惊囡仔生出来就是单亲家庭。不过，照现行的法规来看，其实已经有引准独身的人来收养囡仔。无得靠咱会当比较收养的定数来制定相关的规范。若争议上大的代理孕母咧，为了要保障父母有生囝请养的生育权，政府咧是要开放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，开放申请照白生囝。这反对者认为，这造成囡仔成做人口买卖商品。囡仔生出来，父母若无介意，后悔啊，就会甲弃养。而且，这到底生囝的人是妈妈，还是甲请养大汉的人是妈妈？这囡仔可能会产生身份认同的问题。来看2014年咧，有一对澳洲的翁仔某，因去找泰国的代理孕母要照白生囝。这孕母的腹肚检查内底是一对双生仔，不过其中有一个囡仔咧是唐氏症的患者。不过这代理孕母因为宗教信仰，唔甲囡仔摕掉。落尾，这对澳洲翁仔某就干那甲另外一个健康的双生仔带走尔。若2011年咧，有一个中国的查某名称郑爽，伊和男朋友结婚去美国找代理孕母，不过囝仔要出世，郑爽就离縁啦，尾啊嘛是弃养互亚康。这人工生殖法咧，确实有一寡疑虑，也未达成社会共识，这就需要政府立法推动更较周全的法规来保障父母，嘛来保障囡仔的权益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个时间交转去互主播。